国民小学台语教材第7册第4课。阿宝感冒，阿宝去散步，半路拄着西北雨，找来找去找无所在通米雨，衫裤压甲澹糊糊，哈啾，转来煞感冒。练习发烧，拍家手，腹肚痛，流鼻孔花，头痛，头壳痛，近视，着伤，喙齿痛。阿明是安怎腹肚痛？因为伊真急性，物件还未煮熟，就摕来食。紧行无好步，做代志还是爱照步来。是啊，安尼才袂像伊遐青狂，去弄着壁来着伤。